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坐姿點腳，我哋開始啦。呢個動作係針對小腿肌肉嘅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坐喺凳上邊，雙腳平放地面，然後慢慢將腳踭抬起，稍作停留後，慢慢返起始動作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。又係你啊！勤力喎，記得 follow 埋我哋，睇埋我哋其他片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下次見啦，拜拜！